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酌谢公鸡，身登青云梯，成了！我陈平安潜修100年，终于飞升了。陈平安，你在凡间仍有因果未消，记住速度脱离苦海，方得正道飞升。我操！这谁的轻功？这么多人！刚闭关出来，我是口因果线。陈平安，你个变态！你还是不肯承认偷看我洗澡是吧？之前我们家一直相安无事，可自从你回来之后，不是我的内衣丝袜被偷，就是爸的钱无故消失。现在呢，你居然狠心推倒俊哲，还让他替你背锅，你的良心呢？被狗吃了吗？姐，哥在外面一直偷摸习惯了，他现在一定也很自责，你们就别说他了。这哥们儿都过的什么苦日子呀？看来想飞升仙界，就得帮他脱离苦海，跟这家人断绝关系。要怎么断绝呢？沈班长，这是断亲协议，今天必须要判他脱离陈家，与我们断绝关系。啊！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这什么神仙开局呀？犯人陈平安未经允许侵犯他人隐私，盗取他人财物，你还有什么疑义吗？爸妈，你们真的要把哥赶出陈家吗？陈家容不下一个道德败坏的儿子，他再怎么有疑义也没有用。就是一个祸害罢了。陈平安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否认罪？你看吧，我就说他肯定会有异议的。我没有异议，全会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沈班长，你听听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养他，实在是他太不成器了。对，我们家都受够了，您就快点判嘛。也不知道亲子监狱是怎么做的，你总算能摆脱这个绺罪。陈平安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快判！快判啊！本道还等着飞升呢。沈班长，请等一下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什么？原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。靠！我阴谋了，别坏我好事儿啊！那个沈班长，那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你就判我和他们断绝关系吧啊！我都明白了。我问你们，为什么这5年来，陈平安每天下课后都要去快餐店打工到凌晨2点？这份工时记录显示，他每个月要替陈家偿还6000块的助学贷款。你们跟我说栽赃他偷钱，这哪是他偷钱啊，这是他活下去的机会啊！不是吧？这人怎么反向操作呀？这样说，我还怎么如愿飞升？你们甚至还关他禁闭，让他绝食，甚至还打他巴掌，这些东西足够你们一家负法律责任了。这些东西足够你们一家负法律责任了。啊，那是因为他不听话，总是欺负弟弟，把我们陈家搞得鸡犬不宁，所以我想。小小年纪就去打工，我看是你们欺负他吧。多懂事的孩子，你们居然还想着把他赶走！我好可怜啊！要不是我实在养不起，我真想把他带回家。你们这些家人真是蛇蝎心肠。爸，没想到哥这么狠心，竟然故意煽动大家情绪，现在连陪审团都不相信咱们了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我们承认这些年确实是亏待了他，以后啊
我们可以好好的待他。至于那些误会，都是我们的错。那么你们是不打算和他断绝关系的，对吧？不打算。别呀！哎，那协议我签，你快让他判我走！不！法官大人，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而且我偷看你洗澡，我拿你私报，我偷你内裤，你们这些都能忍？能忍，都是误会。对。好，关于陈家断亲一案，本庭宣判。陈平安年少懂事，陈连川及其家属所指控的所有事项均不成立，闭庭。啊，那我还怎么正道飞升？你们别轻易放弃啊！喂，你们确定不赶我走吗？要不再努力一下？陈平安，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俊伦他能伤成这个样子吗？二姐，当年人贩子拐走哥，没拐走我，才导致他恨我的。我不怪他的。到底怎样才能让他们和我断绝关系？陈平安，这次算我运气好，到了下次你会死得更惨。有了，果然天无绝人之路，你这蠢东西来的正好。妈，儿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到现在还想着关心他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我哥，他再怎么打我，都是我应该受的。来了！陈平安，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打你爹爹，你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！你还不赶紧下跪给军人道歉！姐，哥可能还在生我的气。不怪他，混账东西！你居然敢打俊哲，吃我们家的，用我们家的！我现在就跟你跟我怎么样？断绝关系吗？逆子！住手！大姐，可孙来了，你看看他，把俊哲都打晕了。平安，你没事吧？平安，大姐来晚了。上辈子你的离开导致陈家家破人亡，这辈子大姐一定不能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大姐，受伤的是俊哲，你关心陈平安干什么？平安，是你打的？平安，是你打的？对，他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就是我打的。快说那句话，快！够了！你们是不是又想和平安断绝关系？哎，那个大姐，你先别说话。喂，你刚才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来着？再说一遍。婉清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现在的弟弟，他眼里有我们这些长辈吗？爸妈，平安是你们亲生儿子，况且他才刚满18岁，你们让他能去哪儿啊？大姐，爸，够了，陈平安，我告诉你，看在婉清替你求情，这一次就跟你算了，再有下次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走。能不能现在就别放过我？平安，没事了，是大姐来晚了。
弟弟，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你离开陈家。突然不是很想离开这个家了。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被这些小诱惑阻碍我的飞升大计。平安，你以后就跟俊哲读同一所大学吧，那是江城最好的学校。我们陈家以后不会再亏待你。看来这脱离苦海不是件易事，本道祖还得另寻法子。这凡间的阁楼还真是气派啊，不比那个修仙界的洞天府邸差，真是番号。这坐骑怎么不说话？莫非这就是可以日行千里无需驯服的，叫什么？我也想要。干什么，沈平安？你少在这冲愣装傻！二姐，更没坐过这种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.8秒的豪车，也想在同学面前耍耍威风。这种烂人啊，他就不配跟我坐在一起。静哲，你放心，以后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都跟姐姐说。起开！司令，你们平安再不去学校，就给我们上报道了。不给就不给，自有办法。平安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有心思看这种书？现在可是上班高峰期，你能打到车才怪。真是脑子进水。咱们走。这可是好东西。干什么呢？来，大姐，我给你带一个全自动高级无人法器。我们走。陈平安，这只是开始，得罪了我，以后有你好受的。司令长，你这坐骑也不怎么样。你，陈平安，你找死啊！陈平安，别得意，看我到学校给我玩死！平安，你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完成学业，听到了没有？我知道了。这就是学校，这小仙女们还挺可爱的。静哲，二姐先去帮你办入学手续。谢谢二姐。平安，我也去了。这坐骑帅呀！哇，你快看，那是江氏独女江婉柔。据说江家富可敌国，今天终于能见到真人了。Another round trading shots with my ego running can't tell me now your chains only drag me down 大哥，这个就是咱们偷拍室附近的监控录像，拿出来怕别人不知道是我们偷拍的吗？分文你做的事情安排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陈哥，江婉柔洗澡的视频都在这里边，就等着程岩钻进来。陈平安，你就等着被全校师生当作变态。妹，文俊哲这痞子又想作我，我要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样。哥，我是真心希望能跟你和睦相处的。今天是咱们学校的开学大典，学校有规定要统一穿校服，带他去换一下。
好，走啊，走。这就是你换衣服的地方。哎呀，好小子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！哼，看我偷梁换柱！这么好的宝贝，还是放在我这儿。哼，这瑶池仙境还不分男女，那我岂不是吃亏了？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'd your love deception let me live this way? How can I? 你现在赶紧去把口打开，叫宋雨来这里滚滚！好。喂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妈，哥他偷拍千金被洗澡的视频翻拍，被手扶江的千金交往人发现了，你赶紧回来呀！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死变态！你为什么偷看我们洗澡？啊？不是不分男女吗？你在坑我呀！姐妹儿，我看你头顶阴气环绕，家中必有血光之灾。啊，这个阴阳回春丹，关键时刻可以保人性命无虞。接着，你怎么知道五瓜生病了？管你怎么知道的，反正你偷看我们洗澡就是得死。不识好人心。你给我站住！陈平安，没想到你竟然变本加厉了！你不仅偷偷的进女生澡堂，你还偷拍女人千金的视频进行贩卖。二姐，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好好看着哥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今生居然干这种事儿！哎，你们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什么时候偷拍私密视频了？你还敢狡辩？我亲眼看着你从女生澡堂里出来的。是啊。而且我还看见哥偷偷把什么东西藏进兜里带了进去。此地凡人心思竟如此歹毒，比起修仙界让人闻风丧胆的老毒物，张大千金，不好意思，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没有什么规矩教养。没关系的，二姐，江大小姐，如果你们要是嫌脏了手，那我就替二位教育一下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哥哥，省得他以后再错下去。你还敢躲？哎呀，二姐，二姐，哥他屡教不改，我教训不了他。果然是从孤儿院出来的。我们家俊哲一心让你回头向善，你呢？你不知悔改。陈平安，你现在立刻把视频给我删了，否则我将封杀你们陈家。江大小姐，不要，您先别生气，我知道我哥他平常是有点小偷小摸的习惯。但是他再怎么大胆，也不敢偷拍江大小姐您啊！毕竟这可是会害死我们陈家的。赵蛀虫偷拍江千金洗澡，影响到可不只是他们陈家，更严重败坏了我们学校的风气，必须严肃处理。真是倒霉，碰上这么个下子男，赶紧把他抓了吧。就是啊，连亲姐姐都这么讨厌他，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这瘪犊子煽风点火的本事倒是一绝。哥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被冤枉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能够想出一个办法，证明你的清白。哦，你想到什么办法了？这时候这瘪犊子就该找机会上来搜我身了吧？哎，对了，哥，要不你就让大家搜一下你的身吧？你行得正，坐得端，
只要没搜出来你偷拍的证据，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，对吧？欢迎。真是冥顽不灵！我今天就替江大小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揭开你的丑恶嘴脸。不行啊！待会看，这个就是他偷拍江大小姐洗澡的证据。这个就是咱们偷拍室附近的监控录像。怎么是这个 U 盘？哎呀，哥，这怎么会？当初你偷二姐内衣，你就犯过类似的错误，我以为你会改的。陈平安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之前偷我的内衣、丝袜，你现在竟然偷拍江小姐私密视频，我们陈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！天哪，连亲姐的内衣都敢偷，真是变态！这个 U 盘，不，江小姐，我不相信这里面是哥偷拍你的视频。如果真是的话，你的视频要是被发到网上，那你的清白可就全毁了。他敢！今天你们陈家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江大小姐，你放心，就是如此龌龊的行为，我们一定会大义灭亲的。俊哲，你就不要再为这个人渣说话了。陈平安，你道德败坏，不知悔改。和陈婉冰对天发誓，我没有你这个弟弟。陈俊哲呀，陈俊哲，你还真是让我跟陈家断绝关系的好帮手，终于断开第一根线。哼，说的这么好听，谁知道你们姐弟俩是不是在演戏包庇他？你敢不敢把 U 盘里的东西放出来给大家看看？对呀，放出来呀，来证明你哥的清白呀！放出来！哥，既然大家都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就……这个等等，这个 U 盘是，这个 U 盘是白的。你这什么白的黑的？我现在就是要你陈平安死，我让你善了大家情谊这一点不做的话，给我跪下来去！不是，哥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这里面肯定是你的学习资料。只要我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面的内容，那大家都会相信你是清白的。看这蠢东西表演都快累死了，终于到这一步。哎，我劝你还是别放，要不然你们后悔都来不及。哥，你放心，咱不争馒头，争口气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在全校面前丢脸的。好吧。少废话，要丢人现眼的就赶紧的吧。要是这 U 盘里真的有偷拍视频，今天我就让你断子绝孙。陈平安，你错就错在不该回来和我抢家产。等今天的事情结束后，陈家的一切就都是我。大家睁开眼，看清楚这 U 盘里面的视频内容。我哥他一定是清白的。那俊哲这个时候怎么还在替陈平安那个逆子说话呀？爸，陈家绝对不能留这种不三不四的人，他可把全家给害惨了，一定让他滚出家门。哇，这女的身材绝了！啊，你看，哎呀，妈啊，这声音怎么是？哇，天哪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这个我看太棒了，这要是发到网上，肯定值不少钱。这是不要不！这不可能，监控拍的画面不是在我自己手里吗？啊？这个 U 盘故障了。哟，故障，还是有人做贼心虚了？我心虚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丢了咱们陈家的脸面。我刚刚怎么好像听见了俊哲的声音啊？哎，我们家俊哲只是好心帮大家救出色狼，你为什么要怀疑他？江小姐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的的确确就是陈平安在偷拍你们洗澡。陈平安，你还不赶紧跪下来给江小姐磕头认错？可是我还没有看清他的脸。怎么会没有看清楚啊？你看这衣服，再看这裤子，这举手投足，哪一个不是他陈平安的影子啊？是有几分相似。哎，他这衣服不也和我一模一样？
哥，你又想冤枉我？冤枉？那你敢不敢让大家看看你口袋里装的？陈平安，你够了！俊哲他正直善良，哪像你一样顽劣不堪。眼望心言。够了，陈平安！我不管今天偷拍的是你们陈家兄弟中的谁，刚刚进女浴室偷看是你陈平安没错吧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也看我没穿裤子的样子了呀！不好了，小姐，江老爷病情又加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姐妹儿，我看你头顶银气环绕，家中必有血光之灾。竟然真的被他说中了？难道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查清楚，我一定会封杀你们陈家！哎，江小姐，哎，江大小姐，你别呀！哥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认错吗？继续我行我素下去吧。关你屁事！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认为我不该当众放你视频。可是我要是不这么做，咱们陈家就全毁了。这真恶心，别演啊！就这，平安，我们陈家的子女个个是温良恭俭让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俊哲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只是想劝哥去江家道个歉认个错，可没想到他。陈平安，你不只是个废物，还是个祸害。从今往后，我没有你这个弟弟，我们陈家也没有你这个人。第二个人，如此拙劣的演技，也就骗你们这群傻子才会上当。你呀，你要是有你弟弟1/1000的懂事就好了。大家冷静一下，别让他不是这种人。大姐，你吃罂粟药了吗？为什么最近总向着他呀？哥惹怒了江家，恐怕江大小姐不会放过我们了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要是我刚刚能替哥认个错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。爸妈，要不你们就把我送去江家吧，把我送去江家，替哥去把这个锅给认下。毕竟哥才是你们亲生的，我始终是个外人。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，只要我装，他们就会宠我爱我，我看到还能拿走。俊哲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不怪你啊！要去也是他去。陈平安，我现在命令你给俊哲跪下道歉，然后再到江家的门口磕头领罚，否则家法伺候。爸，我都没碰他，是他自己过来碰瓷儿的。你个逆子，现在还嘴硬！难道是俊哲还能自己打自己不成啊？你呀，一嘴的谎话！你们真确定是我打的？要是我打的话，要是你打的会怎样啊？要是我打的，就这样。你好，我来拿药。妈，陈平安他屡教不改，多少次对之下狠手啊！这次要是不把他赶出去，陈家……你们要……先秦线断得越多，我的法力就越弱。全部断完飞升之时，估计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刘队枪加亲的事还没完，你现在又想置俊哲于死地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他自己招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自从他5年前回到陈家，他抢走了俊哲多少关爱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。算了，姐，投怀江大贤你迟早，把我打成这女样，这可能只是个一时冲动，你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他
你把俊哲伤成什么样？他现在还在替你说话，你一个当哥哥的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？愧疚？他这茶香四溢的，都快抵不上我的千年龙井了。你还敢顶嘴？是啊，他这种人就应该在外面捡垃圾，混吃等死。石山，我没有你这种不知感恩、心狠手辣的弟弟，我现在就跟你断绝手足关系，赶紧给我滚出沈家！第三个人，现在还在装虚弱，生出来你就是个害人精，你除了栽赃陷害你弟弟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还能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平阳他是被人冤枉的，平阳他是被人冤枉的。我看了视频。拍摄是在2天前，平阳今天才刚到的学校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你们能不能别再不分青红皂白？冤枉是平安做的，不是他拍的，难道是我们错怪他了？你们别听大姐胡说八道，要想跟我走就抓紧时间，你们不会舍不得吧？啊！别说什么，你敢叫我的名字？呀！你们是爸爸，哥，爸他只是一时心急，你怎么能把水泼他脸上呢？你竟敢反抗！现在带着你大姐去给俊哲拿病历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不准进来！爸，你要相信，平阳他真的不是这种人。大姐，你别管他。我让你污蔑，我让你打人，我让你嘴硬，现在就给我滚！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我陈家！瞧，这个破地方我一分人都不想待，我现在就走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从今往后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现在就跟你断绝手足关系。我没有你这个弟弟。陈婉冰对天发誓，我没有你这个弟弟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我陈家！百年修为一，知了，青云终于要来见我了。离开陈家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可以在外面撑几天。到时候，就算你在外面捡垃圾吃，还是在陈家大门外跪着，我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幸运吵死了，奇怪，接云咋还不来接本道走？你骂我？爸，你看他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吗？陈平安，你是非常的失望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陈家之子，你的名字我会在主府上彻底的抹去。我们走。不行，这再怎么说，这小子才是亲生的，以防后患，我必须要斩草除根。你告我，哥，你既然想走，我也不好强留。不过，为了让爸妈他们给你断绝关系，我可是下了好大功夫。这些天不是装晕倒，就是摔楼梯，哦，甚至今天还下了一个大金毛呢，故意设计让你偷看江大千金，没想到还差点把你拆穿了。俊哲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这么多年，我们对他的宠爱少了，他为什么耍这些坏招？幸好有我再也不用装了。
怎么年龄也不相信咱们的儿子了？哎呀，郡长不可能是这种人。对，郡长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可能。妈，医生说俊泽已无大碍，平阳他人呢？你们没有把他怎么样吧？大姐，平安刚刚跟我们所有人都断绝了关系。什么？爸，当初你失眠头痛，是平安在床边给你揉太阳穴，直到天亮。妈，还有你们，当年家里着火，也是平安无故被烟熏、被火烫，拼了命也要把你们从废墟中救出来。现在你们说赶走就赶走，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！你们的良心。哥，看见你的亲人都在维护我，还不相信你，心里不太好受吧？你也不用反驳。没想到你还挺识趣，竟然主动提出以身相许。不过这些还也不够。你还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我想让你彻底消失。没想到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，你的飞升就要被你那个死地叉害死了！不正当啊！你早就给了，就只能是我的！爸妈，哥他跳楼自杀了，我拦不住！什么？快！大姐，妈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们一起跳进去不成啊？平安，是大姐对不起，大姐对不起。大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想吓吓他，我没想让他这样啊！老公，是我们错了，他还真是个孩子。平安，平安，我的儿子呀！陈平安，我们再也不见。天生平安，人间万如长夜。对不起我的人，只有你。一大元婴被冠为姐。老天，你是奥利给吧？不带你这么玩的。陈平安刚才是飞起来了吗？妈，这符合科学吗？刚才那是真的吗？我母鸡啊！平安，你是人是鬼啊？你不是跳下去了吗？你怎么又上来了呀？爸妈，从今往后你们不许再跟平安脱离关系了，你们将会害死他的。害我的人是你吧？俊哲，平安刚刚说你对不起他，是不是你把他推下楼的？我只是跟哥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只要哥好好的认个错就没事了。但我没想到哥的情绪他竟然这么激动，他居然你的意思是平安诬陷你了？哎，可你刚刚说害平安的话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难道他们听见我说的话了？陈俊哲，亏我还一直为你说话，原来是你也用平安进澡堂呢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俊哲，到底发生
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别人？快跟二姐说说呀！爸妈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我是情有可原的。我发誓，我只不过说想借此机会让哥多接触一下女生，可我也没想到他居然去偷拍江大小姐去洗澡，从而得罪江家。你们原谅我好不好？妈，姐姐，我知道你们平时最爱我了。哥，大不了你刚刚推我下楼的事情，我不跟你计较了吗？我求你，求你跟爸妈好好说说，让他们原谅我，行不行？查理查气这么会装，难不成是垃圾桶投胎过来的？要不然我也给你跪下。算了算了，咱们下次不这样就好了啊。罢了，你们两个都有错啊！这2次的事情，就算是抵掉了。君侄，没事了，你也是好心，我相信平安他会理解你的。行了，君哲有句话说的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再怎么闹，也不能动不动就把平安赶出来。平安，别担心，有姐姐在，你绝对不会无家可归的。江家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解决的。是，这次就暂时不追究你了。你们属墙头草的嘛，说好的恩断义绝呢？变脸比变戏还快。靠！你说什么？平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难道我们听到的是陈平安的心声？平安，你说谁是墙头草啊？我们好心没有将你赶出家门就算了，你反而还变本加厉的说我们不讲信用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我哪儿说话了呀？你们那么激动干嘛？妈，你先别对号入座了。平安也没有说什么很过分的话，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江家的事情。我们先回家吧。小子，这交利息一共500万，你他妈打算什么时候还？金福大爷，你别激动，您再给我3天时间，3天过后，我保证把欠你们的钱都还上。3天是吧？老子就给你3天时间，要是到时候还还不上账的话，就别怪老子废了你个3万血，听见了吗？我办公室里面后门的歪了都给歪了，我上哪挣这么多钱去啊？方总，我是陈氏集团的陈俊哲。我听说您一直在追求我的大姐陈万强，我有办法让他跟你结婚，不过您要给我500万。好。该死，没把他摔死就算了，家人们对他的态度好像也变好了。罢了，等方少提亲，还原债务后再找他算账。哥，你也是的，就算做错了事情，也不能自寻短见啊！你这多让家人们担心啊！下一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以为这绿茶有什么能力，没想到使了那么多招数，都没能让陈家人把我赶走。要你有什么用？难道是我最近工作太累了，出现幻听了？让我细数一下：污蔑我偷二姐内裤丝袜，偷拍江千金洗澡，推她摔倒，现在又把一个姓什么方的找来搞什么幺蛾子，而且还在来的路上。老婆，你们4姐妹过来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
我怎么能听到他的心声？你们也能听到啊？那这平安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污蔑他偷内裤、偷拍，还有那什么姓方的啊？平安的意思应该是俊哲做了很多污蔑他的事情。至于这个姓方的，该不会是方家少爷方修明吧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俊哲他能干出这种恶劣的事情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不过江家的事情，我们的确该想个办法，否则我们陈家怕是……有人敲门了，我去开门。竟然真有人来！这真的是方修明！哎，方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有失远迎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来，方少，快坐，快坐。青青，好久不见。难道方总真的是俊哲找来的？会吧，这可是方少啊！嘘。青青，我听说你们陈家惹怒了江家，我方家呢，在江城也算是名门望族，咱们呀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，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陈家就此覆灭。方少，你的意思是？只要你们结婚，方陈两家强强联合，江家一定不敢拿你们怎么样。结婚？没错，我对青青一直都有爱慕之情，只不过之前可能碍于公务，导致青青忽略了我对她的爱。青青，如果你愿意，这确实是能够最快的让陈家解决目前的困境。女儿啊，你看方少一表人才，事业有成，要不咱们也考虑一下？不行，爸，不能让大姐为了我们家去勉强自己毁掉自己的幸福，大不了就把我送出去，就说哥偷拍江芊芊洗澡的视频是我一手策划的，求江首富饶过我们陈家吧。女儿，妈，孩子不孝，下辈子儿子再当牛做马的去报答你们。好你个死绿茶，这么能演！明知道方少已经有别的狐妹子，娶大姐不过就是为了掌控陈家，还把大姐当做交易的筹码。什么狐妹子？什么掌控陈家？你们看我干嘛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说话呀。难道陈平安，要不是你惹出这么多祸端，大姐用得着牺牲自己来救陈家吗？对，就是你这个扫把星，陈家今天才会危在旦夕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姐，哥要知道会有今天的话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，你说对吧？对个屁！之前都是你个神经在给本道主帮倒，我去你呀！陈斌，事已至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！我哪儿胡言乱语了？但凡你要有俊哲1万的懂事儿，我们陈家也不至于走投无路啊！我还真是见不得这个死绿茶得逞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大姐嫁给这个姓方的。大姐，这个陈平安的品性低劣，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死活。要我看呀，就把他直接交给江家算了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如果不跟方家联合，江家一定不会放过平安的。就算方修明真的有什么企图，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我一定不能让陈家家破人亡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要怪平安了。方少，我答应嫁给你。方老爷，方烈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同贺！爸，放心吧，陈家这次我是在。哎呀，方老爷，久违了！久违，来，快请，里面请。好。
事情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等过了今天，我就能彻底掌握陈氏集团。放心，那500万少不了你。好的，方总，你放心，我今后绝对与您马首是瞻。对了，把敖秘书叫到我书房，我有些事情交代。好。方伯伯，请喝茶。好。秀明这小子也真是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还能去哪儿啊？这会儿肯定躲在书房里跟那个狐妹子乱搞，估摸着马上就要高潮了吧？大姐，你听我说，平安，跟我来。啊，我也去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们也去。去。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这。Hey,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. 有兴趣做个交易吗，大哥？怎么才来啊？这几天很痛苦吧？你说过，在跟那个死女人陈婉清结婚之前，会给我最好的补偿。方总，这样您还满意吗？还不够，我想再深入点。深入？女儿，你别听陈平安胡说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方少翩翩公子一定是在操心公司的事儿。晚兵晚月晚节，你们怎么也跟着胡来呀？哎呀，爸妈，来不及了！我就是迫不及待想知道陈平安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哎呀，我也是，刺激。哇哦，看来我们来的刚刚好啊！大姐，头上的帽子不算太美。陈平安说的竟然是真的，堂堂方家名门望府，私底下跟秘书玩这么花，这么刺激啊！皇上，我大姐是江城第一美女，嫁给你你还不知足，我打死你们！方少，这个女秘书竟然对你做出来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，还敢把你给捆起来！啊，对，都是敖月，他想跟我在一块儿，我誓死不从啊！没想到他又把我绑起来了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对你的真心日月可见，绝无半点掺假呀！哟呵，还演真言术，去。那个，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刚才说的话有半点掺假，我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！青青，这件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……真不是你……是我又怎么样了？我就是要靠控制陈婉清来控制整个陈氏集团，怎么样啊？我和月月就是有真情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会被我利用完以后丢掉的废物而已。月月，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，哎，她才是我的真爱。没错，方哥就是我的真爱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们爱的见证。没事吧？这雷怎么也劈我？方哥就是我的最爱。
光，绿的你发光。不是我的，那你偏偏管我要钱啊？你跟我说，是谁的？是谁的？哎呀，是谁的很重要吗？我就不能同时和老狼狗和小奶狗同时有爱情吗？为啥？哎呦，放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你原谅我。给我滚！我不让他看见你。你敢打我？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啊？要不是你有2个臭钱，你以为老杨想跟着你？孽障！你死！我怎么打死你！该死！哎呀，绿人惹人横绿枝，活该喽。青青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啊！这样，咱们2个照常结婚，好不好？你上我下，你上我上，我都行的，我不介意的啊！只要咱们2个能有一个孩子，我打死你！陈郡长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你要是再还不清这500万，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该死，这方少真是不靠谱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再想个法子，不然该死的就跟着你吧。只要我把刹车弄顺利，他们怎么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回去了。到时候，我就可以独自继承陈家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方少他真不是个好东西。哎，俊哲他人呢？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？哇，是这个高级法器。他是不是有事先回去了？风儿坐骑。他们不会不上车了吧？我也没用劲啊。陈平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铁疙瘩这么不结实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然咱们打车回去吧。这回应该好。哎，看。那个方修明那就是混蛋，幸亏大姐没有嫁给他。就是。大姐，你别生气了，车别开那么快嘛，大妈在车上呢。不是我想开这么快，只是这车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刹车失灵了。什么？刹车失灵，注意车距。刹车失灵，注意车距。哇塞，这法器还生出了气灵，真是仙品呀！陈平，你发什么神经？马上就要撞车了！快撞车了！快闪开呀！刹车失灵了！闪开！快帮忙！大奉天雷扫月国，随我号令，飞！随我号令，飞！哎呀，飞
起来了。这辆车刚才是飞起来了吗？妈，你生的儿子这么变态，你知道吗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啊！我这随便露2手就值得大惊小怪。来，吃颗百灵丹压压惊，吃1颗百病全无，必要时还能起死回生。随便露2手都这样，那你认真点，地球怕不是都要毁灭了？该死，他们竟然都没事。爸妈，你们这怎么了？俊哲，刚刚刹车失灵，这次多亏了有平安救了我们全家一命啊，要不然咱们全家人都要去见阎王爷了。是啊，还有那个方秀明，要不是平安提前出了他的阴谋，我们早就被他给骗了。平安，多亏了有你，我们家才能逢凶化吉。啊？对。该死！现在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救星，怎么办？俊哲，你的伤还没痊愈，这是平安给的百灵丹，拿过去吃。还百灵丹，我看他是想用毒死我。你知不知道你老公病入膏肓，都是因为在外面包养一个女人导致的？果然，我可以帮你讨个公道，但事成之后你要分我1半的赔偿款。大姐，现在我们没了方家支持，那哥招儿的僵势恐怕……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总感觉俊哲在挑拨平安和我们的关系？什么？余下官有人闹事，我马上过去。哟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！这死绿茶转头就来骗2姐的钱，这得多蠢呀，才会这么信任他？陈平安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余下官有人闹事，我去看看。注意安全。平安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啊！哎，二姐，哥，我也去。苍天不容啊！陈家2小姐陈婉萍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还连生8个孩子，这样的恶毒之人居然逍遥自在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啊！2姐这暴脾气，给人当小三生孩子，还生了8个。闭嘴！你就是那个贱人，果然长了一副狐狸精样子啊！怪不得能骗我老公给你买巨额保险，怪不得骗他天天去你的瑜伽馆。夫人，我们这是正规场所，张总向来都是正规消费的。消费？我前1个月就查到他账户上大量资金涌向同一家保险公司，而且还在京郊买了别墅。我派人调查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里面居然养了8个孩子！啊，2姐也真是，这种事都没藏好，小外甥怎么也没留给爸妈见见，现在还让人找上门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老公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公，老公，真死！
死了，这女人看着挺漂亮，没想到心这么黑。陈家这不是谋财害命吗？对一个老头竟然能做出这种勾当！是你，就是你这个狐妹子害死我老公，你背我老公进来！我跟张总清清白白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这么闹下去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！二姐这眼光也够差劲的，跟快要入头的老头子能有什么前途？陈平安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二姐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嗨，二姐，有点这种特殊小癖好，我懂。哎，你要是帮我实现一个愿望，我给你找8个10个的优质男大不都比这糟老头子强？哎呀，哥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眼下的麻烦是张总已经死了，这个女人这么闹，她无非就是想要钱。而且她想要多少给她就是了。你想要我赔多少钱？50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！这不可能！二姐，这500万买回一条人命已经相当划算了。毕竟这样的事情光靠嘴是说不清楚的，这除非张总现在能够起死回生。俊哲为什么这么想让我拿这笔钱？不会真让陈平安给说中了吧？对呀，给他吃颗百灵丹，让这老头醒来，亲口把二姐的罪名坐实不就好了？到时候二姐肯定会跟我闹掰，这飞升进度自然加1。百灵丹，它能起死回生？哎，二姐，这不是陈平安那个号称能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吗？你赶紧给张总服下，要不然可怎么救活他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假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哎呀，什么算了呀？二姐，你得赶紧给张总服下呀！你要是不敢，我去喂。你干什么？你我老公也是。这是毒药。老公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，老公！老公，你醒醒！哥，你竟然把毒药当做灵药给了二姐，还给张总吃了下去了！你简直是居心叵测呀！你们还我老公命了！你们还我老公命！我以为你在方家已经改过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害我！你现在还把张总给害死了！不能啊！难道剂量不够？让我瞧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再添乱了！让我看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害死我老公还不够啊！这老头，醒了就别装了。够了！你简直欺人太甚！你放开我老公，我给你死！也是你这个贱人！老公，你该掐死我了，老公！这怎么这么多人？你这个老婆死了，你还好意思问呢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早就有外心了？还是不是你养了小三？你是不是还买了别墅，给他买了保险？别墅里面住了8个孩子，是你们一早就生的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别说，这些你都知道了。张总，你就老实交代吧。张浩，我真是看错了人啊！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保险我确实买了，但是保险单上写的是你的名字。那8个孩子也是我领养的，那是为了以后你养老。你说什么？1个月前，我被查出吃肝癌晚期，我就到河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一死百了。是陈小姐路过救了我，还劝导我。我为了避开你，准备治疗，就暂借陈小姐的地方住下。我还求她替我保守秘密。我是想啊，我真是手术不成功，你就可以把我忘了，好好的，快快乐乐的过你的下半辈子。老公，你
怎么这么傻呀？陈小姐，谢谢你替我保住命。小兄弟，也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以后任凭差遣。该死，又让陈平安这小子给叫了去。平安，谢谢你替二姐解围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平安，谢谢你，二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这剧情走向对吗？就是这个陈平安，怎么每次都跟小燕子打岔？3天是吧？老子就给你3天时间。要是到时候还还不上账的话，就别怪老子。废了个下半身，听见了吗？要是还不上钱，我会死的。陈俊哲是吧？我是林星，听说你姐姐是最近最火的新人主播陈婉玉。林总啊，对，陈婉玉是我3姐，不知道林总有什么吩咐？有一件事儿，你帮我办妥了，事成之后我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。平安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别乱跑。我去趟陈氏集团。平安，等二姐回来请你吃饭，今天晚上好好谢谢你。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都有点儿舍不得离开了。3姐，俊哲啊，你干嘛呢？着急忙慌的。昨天晚上我直播到4点半呢。3姐，我帮你约了林总啊。林总算哪门子？什么？真的？对呀，就是那个带出来数千万个网红博主的林星林总。听说他最近有意的培养新人，我特地找人托了关系，约了他一块吃饭。3姐，你快去收拾收拾，咱们一块去。锦真太棒了！咱一块去。 3姐爱你，我现在马上收拾。快去。哎，陈平安，我跟俊哲要去个饭局，你不然自己吃吧。3姐，林总很重视这次见面的，因为我说什么你就照做就行了。等搭上了林总这条线，3姐以后的事业指定蒸蒸日上。俊哲，你放心好了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3姐心里清楚的很。蒸蒸日上，想的倒挺美。3姐，你咋这么天真呢？就等着被这绿茶卖了吧。陈平安，你不要在这里小人之心，俊哲可没有你说的这么话。我哪说话了呀？哎，3姐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这小子就在打什么主意？不过让他去也可以，看我等会儿不玩死他。这可是私人宴会，你一个无关人员过去干嘛？3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哥会伤心的。哎，要不就让他去吧，让他见识一下世面。行吧，走。您赶紧唱一遍。你不紧张，我是知道的。林总，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我3姐陈婉玉。林总，你好。小陈是吧？我可是看过你的直播啊，你直接叫我林总就行。真的吗？谢谢林总的赏识，能得到您的赏识是我的荣幸。婉玉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位熟人。婉玉啊，这位可是你直播间的榜一大哥，小任集团的董事长王德志，王总。
王总，哎，坐，哎，快坐。婉玉啊，你是真漂亮，你这本人比在网上好看了1000倍万倍呀！你看这小腿儿。王总，三姐，这王总可是林总的座上宾，这个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呀！啊！王总，三姐呀，三姐，今天我就不可能让你成功勾搭上这些大老板，我还等着你一气之下后断绝关系，助我功成身退呢。机会来了！这他妈是隔空取物吗？这我没出现幻觉吧？王总，这打我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疼，真的！陈平安，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口渴了。这酒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哥平时就喜欢玩点恶作剧。要不什么，三姐，要不你再敬一杯吧。好。王总，我敬你。这把你不取了吧？来，来，大家一块儿，来。好啊，这绿茶男有点阴招，全使自己人身上，竟然给三姐下药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耍什么花样。平安。三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晕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要不我先扶你去酒店房间休息吧。王总，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等把酒店房间安顿好，我再通知你。这次三姐陈平安，要怪就怪你们太蠢。三姐，你可不要怪我这也是为了您好。毕竟要想当上大主播，总得付出点代价，不是？真是个人渣，三姐对他那么好，不过这三姐对我也不差。喂，王总，您可以过来了。接下来就该去收拾陈平安的死蛋。陈平安呀，陈平安，你说说你不好的在孤儿院里待着，非要回给我抢陈家家产，那我可就留不得你。王总，您来了。王总，是你吗？本道之所以能够成仙，靠的还不是人品好。既然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把姐姐送给老男人潜规则，那我就让你自食恶果。停身法！既然你追求刺激，那我就贯彻到底。
这可是春光伞，你就好好享用吧。去，待会儿进去后，把那个乔阿姨的裸体都给我拍下来。有了裸照威胁，他以后就只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你就放心吧。乔阿姨，你就等着被老子好好玩弄吧。小宝贝儿，我来了！都是你！我别拍了，别拍了！该死，竟然失败了！陈平安。小子，明天就是还钱的日子，你要是再拿不出钱来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您放心，明天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。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要是还不上钱，我会死的。对了，还有他。喂，宝贝儿，我现在需要500万，你有办法能搞得起来吗？这可是陈老董收藏的国际明星张彬彬的镶钻蕾丝内裤，你把它拿去卖了，至少能卖1000万哦。真的？可是我要是把它给卖了，我爸要是发现了怎么办？当当当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一个假的。宝贝儿，我太爱你了，你放心，等我把这个内裤给卖了，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买。你想干嘛？这可是陈老董办公室。Helping you unwind. You want to know, but it can't be tied. You want to steal, but it can't be bought. 月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就是太累了，睡一会儿就行。俊哲呢？没和你们一起回来吗？俊哲最近总是神出鬼没的，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哪里春光弥漫，他就在哪儿。我去，这么劲爆啊！没想到这死绿茶竟然都敢在大姐公司和那个李主管缠绵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老董，最近公司有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他们说李主管怀了你的孩子，是真的吗？啊！谁在那血口喷人呐？啊！我什么时候跟女主管有一腿啊？说是2个月前您与客户应酬喝醉酒，主管将您搀扶进酒店后，您忽然就兽性大发，将他放他的狗屁！老爸竟然搞大了主管的肚子！哎呀，哎呦，老头子，你还给我找出孩子来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呀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呀！对了，平安不是说俊哲在公司里胡搞吗？一定是他害的！我要到公司去，到公司，走啊，走！哎呦，亲家，哎呀！妈妈，三妹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平安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呀，
陈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滚！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！陈少，陈少，哎呦，阿姨！这造型，他是想引领吐槽吗？俊哲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可以在公司和主管乱搞啊？是他先勾引我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先来撩骚我的。闭嘴！我问你，公司的谣言是怎么回事？最好说实话，不然被我查出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都是陈俊哲，而且一切都是他指使的。还有这些羊肉中藏品，也是因为他赌我欠债，所以想拿去卖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还明星镶钻蕾丝内裤呢，被骗了还不知道。这内裤早就被公司楼下的老头保安换过了，准确来说，这是老头原味儿。什么？老头的原味儿？逆子啊，都是你！你说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啊？还不滚！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都是那个女的，她是在污蔑我。陈局长，你太让二姐失望了，亏得我这么相信你。爸妈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真知道错了。3年前入室抢劫，是我拼了命才守护住了咱们陈家的家产。你们说过要好好对我的。爸妈，你们要是不肯原谅我，那我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爸妈，你们要是不肯原谅我，那我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局长，儿子，你别跳，听话，先回来吧。弟弟听话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啊。别劝我，这瘪犊子磨磨蹭蹭，根本就没打算跳，只不过是想利用苦肉计，好让爸妈原谅我。为了这戏唱的可真卖力。喂，话说我要跳下去，死了也能正道飞升了吧？妈，我真的要跳下去了。24来生来世，做人做马再来报答你们，你们不要再拉着我。平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要跳下去，你就真没命了。是啊，平安，你可不能自寻短见。这不是世事无常，大肠包小肠，我也想尝试一下嘛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跟我闹了，还嫌家里不够乱吗？爸，我俊哲，看在一家人相处这么久的份上，这一次我就放过你。谢谢爸。平安，这些天你表现的都很不错，我奖励公司18%的股份给你。谢谢爸。俊哲，等他表现好了再说。爸妈，姐姐，明天江浙集团会举办江浙以来最大的台球比赛，到时候江娜小姐肯定也会来到现场。我一定会帮助咱们陈家度过这次难关的。那就看你的表现吧。台球比赛？对，明天你跟我还有二妹一起去参加。嗯。俊哲，聂理是初犯，之前的事情我们就不计较了。但是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，把心思用在正道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陈老头子竟然分了18%的股份给这小子，而我却要看今天在球场上表现情况，凭什么？哎，大姐，你看，那不是江氏千金身边的吴管家吗？没想到他也来了。毕竟此次比赛啊，就是由江氏集团牵头举办的，江氏集团派吴管家来也是很合理。我们之前得罪江家的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，你跟我去和吴管家好好说说。好，
你们两个待在原地，不要随便走动。我们去去就回。那放心吧，大姐。哎，这什么呀？你也别得意的太早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江城台球大赛以来都无人能解的百年球局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想办法把它拿下，姐姐们还是会对我回心转意的。这可能吗？百年球局过。什么？百年球局过。什么？俊哲，俊哲，你怎么了？大姐，我刚刚想教哥打台球来着，但没想到他竟然会破坏这大赛精英创办的百年球局。我想上前阻止他，他就给了我一拳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是哪个高手破的，这原来又是偷看小姐洗澡的那个陈氏学生在捣乱。没关系，这也不怨哥，我理解他厚脸皮，但毕竟他是哥哥，他就算给了我一拳，我也应该受着。这个死绿茶，明明是被吓到，口香糖卡喉咙里了，这也来碰瓷儿。原来是碰瓷儿。大姐、二姐，怎么了？俊哲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动歪心思，你还碰瓷平安，立刻马上向平安道歉。我？为什么？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诬陷的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道歉！哥，对不起。欢迎各位来宾，现在让我们以隆重的掌声，有请本次大赛的投资方江氏集团代表人吴天先生上台致辞。好。今日我宣布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江氏集团大小姐今天将亲临现场，欢迎各位一起洽谈江城未来发展。第二件事，陈家长子陈平安破坏球局，羞辱江家大小姐。江氏集团现在宣布全面封杀陈氏集团。什么？没想到陈家居然做了这么多恶行，看来江城这是要变天啊！该来的还是要来了。重活一世，我还是保不住平安，保不住陈家吗？经过这段时间的检查，江老总的病确实痊愈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好，婉柔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救了我呀？是陈家的长子陈平安，当初他在学校澡堂赠予了我一枚丹药，说是能救命。哎呦，我这病啊，全球的专家都束手无策，没想到他竟然用一颗丹药就给治好了，真是神仙呐！婉柔，我刚康复不久，不便出行，你快去贝里参加，代我向他问好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江氏竟然要封杀陈氏，那陈氏岂不是要破产？那我以后的荣华富贵岂不是都没了？陈总，就在刚刚，我们陈氏集团遭到江氏全面阻击，股票暴跌，跌幅超过666%，我们陈氏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哥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！我们一家人都快被你害死了。吴总，请您再给我们陈氏一次机会，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哼，封杀令是江家千金下，无法修改。来人，把他们轰出球馆，这里不欢迎他们。干什么？江大千金到！
江千金竟然来了，他不会是张成来兴师问罪的吧？大姐，您怎么来？我过来看看，陈平安来台球大赛了吗？完了完了，江大千金果然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大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天塌了，有大姐替你们扛着。陈家被江氏针对，怕是没法继续在江城待下去了。我还是赶紧与陈家撇清干系要紧，以免连累到自己。小姐，这陈家不仅没有悔改之意，这陈平安还破坏了百年球局。我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下令全面封杀陈氏。什么？通知下去，全面封杀陈家，我要让他们倾家荡产。是。糟了，忘了这事儿了。那陈家现在在哪儿？在那。江大小姐，我只是被他们陈家收养的，这偷窥你洗澡、破坏球局，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啊！我还是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一条生路吧。陈俊哲，你陈平安，感谢你对我父亲的救命之恩。什么？大姐，什么情况？江大千金怎么感谢起陈平安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本道祖说你头顶阴气环绕，家中必有血光之灾，怎么样？没撒谎吧？平安哥，实在抱歉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各位，我以江氏千金之名撤销对陈氏的封杀，并且与陈氏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。什么？江千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父亲得了重病，找了许多专家都医治不好，多亏了平安哥赠予的一枚丹药，我父亲的病情才得以痊愈。平安，你的丹药真厉害，既帮了二妹，还救了江首富。那当然，要不这几千年不白活了。嘿嘿。上京王少到。你不是京城王家仁政台球神的大少爷吗？这种人物怎么会来我们江城？大概是知道我们江城今天要举办台球大赛，想借此来装逼，追求江千金吧。婉柔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就让这两只球杆见证咱们两个双宿双飞。王少，我说过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江婉柔，不是你说的喜欢会打台球的男人吗？怎么着，我的球技进不了你法眼是吗？这凡间舔狗是真多，本道祖一根小指头就能甩你们10条街，就这水平也敢在这吆五喝六的，搞笑。是谁在说话？难道我听到的是他的心声？难道他也会台球？江婉柔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堂堂江城第一，难道我配不上你？王少，你先别急，不如这样，你跟陈平安打一把，你若是赢了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；但你若是输了，就从这儿滚出去。啊？陈平安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我和他打球啊？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见过马桶在厕所里，没见过马桶在嘴里的。刚才大姐他们已经看穿我了，倒是这个陈少上京来的，有权有势，我不如破罐子破摔，跟他攀上关系，然后一飞冲天。江婉柔，人家王少看得起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难不成还真以为在座的各位有谁能跟王少一较高下？哎，你说话我喜欢。叫什么名字？王少，我叫陈俊哲，我支持你应下队员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哎，从此往后啊，跟着我混。谢谢王少。陈俊哲这个混蛋，他怎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前世真是我有眼无珠，原来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陈平安，你之前帮过我一次，我很感谢你。这一次无论你应不应战，我都没问题。我确实没打算答应，但我就是看那个小子不爽。哎，应战也行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我现在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喂，
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难道江婉柔也能听到平安的心声？王少，摆球这个小事就交由我来做吧，一切靠你了。放心吧，你们看好了，要解这局球啊，需要推杆6成力，白球弹4库，吃到底带黑球。哇，王少不愧是坛神，果然厉害。陈平安，就不自量力了，一会儿看你怎么丢人。江婉柔，乖乖嫁给我吧，我给他一个认输的机会，否则让大家看了你们的笑话。你休想！不自量力！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到你了。就是啊，难不成哥也怕我跟王少笑话？哼，这绿茶男傍个废物当靠山，还搁这乐呢，真是蠢到不可救药。我少天，你干什么？我自己力气大，他接不住，可不能怪我呀！你无耻！我去，今天还陈俊了！我操，这怎么可能？蒙的，绝对是蒙的！自量力，仙门老祖你也敢偷袭？天啊，陈平安他果真不是常人，还不快滚！难道要我派人赶你出去吗？滚就滚！王少，哎，陈平安，今晚你有空吗？能不能和我一起吃饭？我算是谢谢你。啊，我姐，你说过这千大千金怎么会邀请咱们家陈平安吃饭呀？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平安这么优秀，他看上也是很正常的。你意下如何？他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今晚加油，争取努力把他拿下。大姐相信你，而且也相信你，加油！那平安，我们走。大姐，你说今天晚上他不会给咱们造出一个小侄儿出来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大姐二姐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别叫我姐，我可不配。陈俊哲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平安，都说了别喝这么多，看你醉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陈平安，今天谢谢你。 눈 감아도 좁은 길 이제 눈을 떠도 희미한 怎么了？平安，你跟江婉柔发展的怎么样？大姐啊，这还用问吗？这么晚回来，那肯定是
成功了呀！哎，我对天发誓啊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是他不让我走的。哦，我们懂，我们懂。你大姐，二姐，我当时喝多了，然后他当时躺在那儿了，真的？他就拉着我的手啊，他把我拽到床上，啊，就不小心，哎，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啊。不行，他们已经彻底放弃我了，我不能够再坐以待毙，必须得想尽办法搞到一笔钱，要么搞笔大的搞定陈家，要么就离开这里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时尚盛宴，准备好相机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俊哲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等四姐走完这场 T 台再说，我就要上台了。四姐，我找你要说的就是 T 台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四姐，T 台的老板说他想要出资1个亿，让你在舞台上表演脱衣秀。你要是拒绝的话，他们会把我打死的。什么？你是说让我不顾清白当众脱衣服？俊哲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四姐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没有这笔钱的话，我会死的。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身体的。还有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让四姐以后在大家面前怎么做人？四姐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就露到这儿，就只露这么一点点就行。四姐，当初我可是拼了性命把你从那些流氓的手里边救下来的。你说什么要报答我？我现在只要求你露这么一点点，你都要拒绝我吗？我知道了，四姐，你让我很失望。俊哲，行，我答应你，脱吧。爸妈，你们快来呀！四妹的走秀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哎，来啊，看看。现在我们有请模特登场。真好看。你看，哎呀，不是妈，小鸡它在做什么呀？四姐，你就尽情的脱吧，你脱的越多，我就越有钱。等拿到了钱，我再联合别人做掉陈家，当陈家的长权。都一般般啊，这什么破表演？四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？该脱衣服了，快！以为是青春模特，没想到这么骚和刺激。皇马秀，我喜欢。四姐，别停啊，继续脱。
脱！小杰到底在做什么呀？为了出名，连节操都不要了吗？你们看，四妹好像还是要继续拖的意思啊！哎呀，这我的好四姐，你真以为只露上半身而已？那件衣服我设计过，你就等着被他们看光，让观众直呼高潮。就是个死绿茶，段清飞身体你做进去，再不去努力的话，估计四姐这辈子都没脸见。平安，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爸妈，四姐的身子快被人看光了，快跟我来！什么？拖呀，别停下，怎么就拖这个？拖呀，快点，拖了呀！四姐，你是在糊弄我是不是？啊，你拖的这是什么呀？衣服，脱衣服！俊哲，求你，你就让我一件一件脱吧。你给四姐留最后一点点尊严，行不行？又来了，哟，刺激啊！全球直播呢，可是，赶紧的！平安，你四姐她到底怎么了？俊哲那个混蛋，喃喃此夜店流氓，救四姐一命的事逼他脱衣服，还在衣服上动了手脚。什么？这个混蛋！明明当初救四妹的人是你，只不过我们没有经常被他冒名顶替了。他竟然拿这件事情让四妹脱衣服，这陈俊哲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！这些年我们都白抢他了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谎辩四妹的清白！快进去吧，赛法，四姐的身体快被全世界看光了。哟，脱了！哎，什么呀？这不骗人吗？四姐，你真拿自己当成套娃了是吗？啊，你继续脱呀，别停啊！赶紧把最后一件脱了，快，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四姐，别被陈俊哲骗了，最后一件衣服被动了手脚，一旦脱了就光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四妹，平安没有骗你，那时候从流氓手中救你的人就是平安，只不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偏心，所以没有说实话。该死，怎么是他们？为什么呀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用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来道德绑架我？为什么呀？哎，停！选手，这位选手现在 T 台正在全球直播呢。对呀，还在直播呢，别扫兴，继续脱！都给我去死！啊，我的爷爷呀！没事，快打120啊！有人晕倒了，不准拍了，停播呀！该死，陈平安，又是你坏我的好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把这个网站给我黑了。哦，还有这个啊，妈，这个也黑。这凡间的东西也忒麻烦了，删个东西这么复杂。前世之劫，原来真的是逐平安离家的报应。今生我定护平安周全。这次多亏了平安提醒，否则四妹啊，你真的清白不保了。是啊，四妹，这次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陈平安。平安，四姐以前对你是有那么一点点偏见，还经常针对你。四姐跟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嘿，平安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平安，谢谢你。平安，谢谢你。儿子，
妈也谢谢你。这家人忽然搞得这么客气干嘛？陌生人陈平安，谢谢你，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以前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想要弥补你。弥补？哎，那能不能实现我一个愿望？好，想要什么？除了离开陈家，大姐什么都满足你。哎，哥，我想我们应该放下芥蒂，好好谈谈。奇怪啊，陈俊哲约我的地方就是这儿，人呢？你们想干嘛？干嘛？传你性命！说，不派你，这位直言杀手，我是不可能出卖护主信息的。还挺有职业操守。你不说，我自己查。生气了。陈俊哲，你竟然还敢来这儿！爸妈，我是被哥冤枉的，我求你们调查清楚。是不是冤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平安自从来我们家之后就没有受到多少爱，而他现在是怎么对我们的，我们心知肚明。就是，反观你陈俊哲，就连王姨都知道，家里人人都爱你，没有人在意平安，而你却三番四次对我们和平安做出这种事情，你给我滚！我们直接不欢迎你！妈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哥在胡说八道，他想挑拨离间，我求你们相信我。俊哲，妈以前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平安呐，我就给他200块，可到最后是他无怨无悔的一直默默的守着我们这个家呀！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！逆子，但凡你有点良心，你都不会干出这些事情啊！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走不走？再不走的话，我动手了！爸妈，姐姐们，我才是陪伴你们10多年的家人啊！我在你们心里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能听信他陈平安的话就怀疑我呢？陈俊哲，到现在你还在狡辩是吧？你以为你大姐还是当初的大姐吗？帮我把一件事情调查清楚。爸，爸，不要看！上学的时候，是你一直找人法令平安？难怪那段时间，我总是发现平安浑身都是伤啊！3年前的入室抢劫，是你为了侵吞陈家财产故意设计的。平安，那一回差点死了，是不是也是你害的？混账！混账！陈俊哲，平安是你的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没错，就是我就是要让他陈平安消失，我就是要得到一切。来人！爸，逆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老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陈俊哲，你怎么跟爸说话的？闭嘴！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还要把我赶出陈家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这个是股份转让协议书，
把陈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移在我的名下，后就都得给我死！陈局长，你疯了，这是犯罪！哼，没错，我就是疯了，那也是被你们给逼疯的。不是说好只有我一个儿子啊？不是说好只疼爱我一个人的吗？不是说好只有我一个弟弟的吗？为什么要把那陈平安接回来？为什么？他可是我亲生的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把他接回来呀？亲生儿子，老东西，你现在可以说出你的实话了吗？啊？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，为了我好，连公司一丁点的股份都不给我，在你们心里，压根就没把我当成自家人。那还不是你之前做那些烂事儿？你故意做那么多坏事陷害平安，搞得我们一家人误会他。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那么相信你。那还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主意。事到如今，实话就跟你们说，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事跟我做的，其他的事情也都是我做的。你说什么？老东西，你办公室里面收藏的那些高奢元宝，其实就是被我给偷的。但我就那么随便的胡诌两句，你就以为是他产品，还把他打成个半死，笑死我！你还有你，本来我是要把你嫁给方少，可没想到那个东西那么不争气，在你们订婚当日当众出手也就算了，还和其他的女人当众撩拨在一起。要不是陈平安那个小子捣乱，就凭你们几个猪脑子，根本就不可能想到。哼！对了，还有你以为你的瑜伽馆为什么会有人闹事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利用那个女人榨干你的钱，替我还赌债。当我看到你们揪着头发跪地求饶为自己辩解的样子，真是笑死我了。陈郡长，我们谁待你不薄？你这样做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少跟我废话！要么今天就把合同给我签了，要么你们就都得给我死！好，我签。我已经签了，这下你可以走了吧？走。我为什么要走？都已经签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我的命！什么？把他们给我绑了！哎，你们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干什么呀？哎呀！陈局长，你个混蛋！我的好姐姐，这你可就不要怪我。毕竟我要是把你们给放了，你回来报警把我抓走。陈局长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无所谓，反正现在整个城市都已经是我。动手！住手！你小子来的倒是挺快的，给我解决了他！老绿茶，你不会以为靠这点人就想拦住我吧？二姐，二姐，别过来！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干什么？哼，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他吗？啊？要不你试试？方明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你的好弟弟。那你可就别怪我。我可是仙门老祖，拿捏你这个小卡拉咪可不是轻轻松松。你们没事吧？平安，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分开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子！那我还怎么飞升啊？哎呀！